珊珊因暗是选伫台北市政府的广场，要来举办造势晚会。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，到时阵是毋是会来甲赞声？黄珊珊无讲明，敢若讲有真侪甲支持的好朋友，因暗拢会来。黄珊珊再去继续由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陪同用车队来扫街，来推销伊这几年来做副市长的成绩。 无拢一个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宣传2天，甲台北市长郭文哲上战车扫街，宣战到最后一天啊，吹票都还阁卡出力哩。别人还要证明说他可以当好市长，黄珊珊已经不需要了，因为他就已经可以证明他可以当好市，他当一个市长，一个有效率的市长。对，柯市长任内改变了很多，包括士林北投科技园区，那最重要的还有社子岛的开发。那未来的台北，士林北投会是珊珊 执政后很重要的一个区块。扫街车队为新北投的车头落南，沿路经过北投中继市场、甲台北艺术中心等等的政绩地点。选战的最后一天，黄珊珊主打政绩牌。郭文哲嘛呼吁党员拜六出门投票，并且讲已经烦恼台北市会惊翻头，和民党籍候选人陈时中回呛讲台北应该换人做看卖。郭文哲无得客气。那个换人做做看是这样，要换好的，不是换烂的啊。 对对，要不然，其实我跟你讲哦，不要再去讨论那个仇恨值全台湾最高的人了，那个就算了嘛。选战的最后关头，郭文哲全力收听，是讲选战之夜宋楚瑜敢会出现，这嘛是外界关心的焦点。任何人我们都会去支持他们的支持，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场内的人，而是广大的台北市民。黄珊珊议员无讲明9合1的大选，明仔载就要投票啊，国定年啊，即马拢唔敢大意，把最后一刻拍拼